家己在地表演团体阮剧团配合台湾设计展规划大型的台语音乐剧，伫家己旧社区的街路做表演。因希望透过这种方式，让大家伫看展览之前，会当先了解家己文化的源头。我是谁你都不知道啊？你不是嘉义人哈？伫街头来演戏，演员一边了解家己的历史，一边读喙鼓。家己在地表演团体阮剧团配合台湾设计展的活动，伫家己市一寡有历史的景点演出故事，予游客认捌家己。因为他就直接在这个地方演出，所以就直接在场景里面去了解它的历史。好看。为什么好看？因为很好笑。家己市的旧城区有诚侪历史建筑甲古迹，阮剧团经过的所在，伫拜五、拜六礼拜的时间来演出。民众唔但有台湾设计展通看，嘛会当行读踅家己。我们也实地的去做了很多的勘察，然后觉得这5个点走起来，整个跟着我们走完这一次的演出，它是会真的是深入嘉义，也希望借由这一点点的演出，可以让他更知道嘉义的这些特色在哪里。除了街头的演出，阮剧团运用家己在地的元素。国泰台湾设计展规划一场大型的台语音乐剧。阮剧团表示，希望来看台湾设计展的游客，透过演出，会当感受到在地文化的热情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